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咧讲千里面一线牵，这个意思是讲一面天注定。有缘的人就算搁较远，嘛来斗阵做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牵，可恩牵第一条。读牵是读文音，咱一般较常用到的是读鼻音，牵牵手的牵。牵的意思就是用手拖、用手挽的意思，咱讲牵牛。另外嘛有扣线斗装备的意思，咱讲是牵线。另外，这个牵线嘛有做中人的意思，或者是讲搬家里去，买当讲是比如做控制的意思。另外，牵买当讲是引带，也有带领，咱讲是牵绳。另外有关联，咱讲有牵连，嘛有人讲是牵卡，或者是牵卡。啊，若讲话牵起一寡有诶无诶，有空无顺的，咱讲是咬牵拖。啊，若买车，嘛有人讲是牵车，受人帮助，咱讲是牵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牵板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有动头、有耐力、体力好。第二个词读做牵粉，这个意思是讲煮食时掺太白粉，慢慢辣辣的，汤也是菜，看起来就会高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散蒙散有牵板，这个卖肉鸡面的头家徛伫单位头前牵粉，搁爱招呼人客，无用规工共款精神足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牵是读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牵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